喂，快啲搵環保公司嚟處理，倉租會好貴啊！唉，咁啱收到通知，保稅區有貨物卡咗關，要退返嚟香港做銷毀，仲要有埋銷毀證書。有邊間環保公司幫到手？咩叫做退港廢料？其實係講緊華南地區嘅保稅區加工廠，又或者喺生產中所產生嘅殘次品，或者因海外退貨而無法喺內地內銷結物料，咁就要安排退回香港進行銷毀或者回收。我哋幫企業處理退港廢料，包括有報廢 BCB、過期產品、電子產品、金屬。退返嚟嘅報廢 PCB， 放心交俾我哋，會根據環保署嘅指引去合法處理，仲會提供 trip ticket。任何交俾我哋嘅退港廢料，我哋都一定會做到徹底銷毀，保障企業嘅品牌同埋機密資料，而且承諾會專業回收，做到轉廢為財。